香港勞動市場的外勞分布猶如一個被重新切割的菠蘿油，核心行業被外勞夾走大半。本地基層只能撿食殘留的酥皮碎。根據最新數據，外勞主要集中在以下5大領域。數據截至2025年3月。1. 飲食業，被外勞包場的菠蘿油底。作為外勞最集中的行業，飲食業佔全港外勞總數的40%，29%，相當於每10個外勞中就有4個在餐廳、快餐店工作。以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為例，截至2025年3月，該計劃已批准輸入4萬名外勞，其中超過2.27萬人投身飲食業。侍應生、初級廚師、洗碗工是3大主力崗位19。2. 建造業，技術與非技術崗位的雙重擠壓。建造業外勞佔比20%，主要集中在大型基建項目。政府專項計劃已批核超9000個外勞配額，地渠工、電工等技術崗位月薪達4萬港元，但本地工人因散工制被迫降價競爭，日薪從1500港元被壓至800港元19。3. 運輸業，機場與小巴的外勞大軍。運輸業外勞佔比10%，主要集中在航空業和公共小巴領域。機場地勤、貨站服務員等6300個崗位已由外勞填補，佔前線空缺的1半2。公共小巴行業引入900名外勞司機，導致本地司機唔夠公開，部分車隊被迫裁員20%，16%。4. 零售業，收銀員與貨倉的外勞替代。零售業外勞佔比7%，主要集中在售貨員、收銀員等崗位。截至2025年3月，已有3745名外勞進入零售行業，月薪1.52萬港元，含銷售獎金19。某大型連鎖超市引入外勞後，本地兼職員工的排班時數被削減40%，部分員工被迫轉職清潔工或離開勞動市場。3. 5. 物業管理業，保安與清潔的年齡鴻溝。物業管理業外勞佔比8%，主要集中在保安和清潔崗位。由於本地保安平均年齡達58歲，且保險費用高昂，70歲以上保安保費貴30%，物業公司寧願聘請年輕外勞。某單棟式大廈引入外勞保安後，直接辭退65歲以上本地員工，轉而支付更低成本的外勞薪酬，月薪1。6. 其他行業，安老院舍引入外勞護理員後，本地員工因工作強度大，薪酬低，月薪1.2萬港元，而流失，護理院舍不得不依賴外勞填補空缺。3. 物流業外勞主要從事貨倉管理和送貨，持輕型貨車駕照者月薪達1.75萬港元，但本地司機因散工制難以與之競爭。19. 香港各行業外勞人數佔比2025年3月，飲食業42%，建造業20%，運輸業10%，零售業7%，物業管理業8%，其他行業13%。結論：菠蘿油變夾餅的危機。香港的勞動市場正從菠蘿油本地為主，外勞為輔變成夾餅，外勞為主，本地為輔。新加坡的外勞稅率高達35%，有效控制外勞比例，而香港的外勞徵費僅是象徵式，導致僱主寧願支付低廉費用也要請外勞。14. 如果政府不及時設立失業率警戒線，並強化本地優先就業政策，香港將走向雙軌制勞動市場，外勞佔據穩定崗位，本地基層淪為替工甚至失業。每個香港人都應該問一句：我們願意讓下一代在夾餅經濟中成長嗎？